今年龙福宫天灵岛上团为着即个礼拜日接普法会，咧演真科技上紧，所以提早伫咧拜三拜四咯，今仔拜四因暗着咧练习啊。目前练习的是地藏经是咧下晡地坛要演真科技要上的经。有天坛、地坛、珠金坛、仙灵坛，日透早6点就开始演真科技。天坛就要上经，天坛在上啦，就是2楼吼。平常是2楼，就是一贯道的活动，新营好成单位一贯道的中心活动，服侍老母娘。楼骹就是道教的天灵岛，迄是以早有讲说是讲是头家有周点天师、周什么点天师，遐迄个道教的信徒合作吼，做伙兴建。楼顶是一贯道的活动，楼骹是迄道教的天灵岛。